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的經文。5月14日，星期四，他必按公義審判全地，按信實審判萬民。詩篇96:13。問題：耶和華在不久的將來會怎樣徹底地榮耀他的名呢？耶和華即將採取行動，潔淨他的名譽，將真正的公義帶到地上。榮耀的過程將透過以下幾個關鍵步驟來實現。謊言的結束。不久，耶和華將審判大巴比倫，因為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玷污了他的聖名。啟17:5、16、19:1、2。這令人震驚的事件將使一些真心實意的人選擇加入真正的崇拜。哈米吉多頓大戰的勝利之後，耶和華將徹底消滅撒旦的體系。在這公義的行動中，那些憎恨並玷污他名的人必將滅亡，但所有愛他、信服他，並以榮耀他為榮的人都必得救。可8.38分。帖撒羅尼迦後書1:6-10。完全成聖。在基督千禧年統治和最終考驗之後，耶和華的名將永遠被尊為聖。啟20:7-10。最終，那美好的應許必將實現，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，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。哈巴谷書2.14分。那時，萬物都將認識並尊崇我們的上帝，正如他所應得的。有時，世界似乎充滿了不公和混亂，但要記住，耶和華的時間安排是完美的。知道他掌管一切，他很快就會恢復和平與真理，就能帶給我們無人能奪走的內心平安。繼續努力，以榮耀他的名來榮耀他。你今天的忠誠如同種子，將在地平線上已然顯現的新世界結出永恆的果實。保持你的喜樂，因為最好的還在後頭。明天見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問候。